直體支撐式嘅固定假牙，即係多顆植牙或全口植牙。呢類嘅植牙一定要維護好植牙周圍組織嘅健康，保持清潔，才能延長使用壽命。佢哋所需嘅用具一共有4類。第一，普通牙刷，用作清潔外側、內側塗咬合面。第二，假牙專用 A 型及 L 型牙刷，牙刷頭呈 A 型同 L 形狀，主要用嚟清潔假牙與牙齦嘅交界處，以及假牙嘅最後。第三，特效牙線，以直體支撐嘅牙橋或全口植牙，與牙齦之間有一道縫隙，容易積聚牙菌膜或者食物殘渣。特效牙線就能夠清潔牙橋下方嘅縫隙。第四，牙縫刷，如果覺得特效牙線好難穿過假牙底縫隙嘅話，可以使用牙縫刷代替，比較容易掌握。近年市面上出現好多輔助嘅清潔工具，如沖牙機，成效有限，佢哋都不能完全取代特效牙線或牙縫刷。想要值回票價，就必須確保口腔植牙嘅乾淨。